會有香港壓力應援季度2公民意識第4集手足遍四海。呢集講當文明嘅原生香港高度發展，不平等嘅社會層級地位同人際關係自然出現。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可以點樣進化，但仍舊可以文明地自動自覺咁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同埋團結合作呢？上集引述伊利納斯嘅著作《文明的進程》，指出文明最基本嘅意思係通過外在社會體制嘅發展，壟斷各種暴力，包括赤裸裸嘅物理暴力、經濟同語言暴力等，促成人內在個性日趨和平。伊利納斯眼中文明嘅進程總係正面、積極而且和諧嘅，由低下階層模仿上層社會嘅行為舉止，鮮少考慮到過程中可能出現嘅矛盾與衝突啊！任何社會都有唔平等嘅情況出現。以香港為例，過去經濟高速騰飛嘅同時，貧富懸殊也冠絕全球，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既然香港社會不平等嘅情況早已形成，社會分化難免出現利益衝突，仲有人念念不忘獅子山下大家平等互助嘅精神，是否不合時宜呢？就算19年民主民權運動期間，有個年紀比我細少少，但係事業有成嘅人同我講，有次佢要傳遞一啲物資，有個年輕人主動帶頭領路，個朋友話咪由得佢咯。結果個年輕人揾唔到路，淆底啦。佢就出手匡正扶危咁講。抗爭期間一個小小嘅片段，説明幾個人為同一目標一齊行動嘅同時，年紀、社會地位、成就、自我尊重等方面嘅差異，仍然可以導致人與人之間少咗尊重，妨礙彼此間嘅信任同埋衷誠嘅合作，因而打擊文明嘅原生香港人團結起嚟，捍衛原生香港。當我哋講天生我材必有用，係咪忘記咗我有嘅才能放喺香港有嘅社會階層同關係網絡上，其實明顯就會出現優劣喜惡嘅區別嘅。冇幾多個人會欣賞擅長家務嘅才能，因為大量外傭隨時可以替代你啊。傳統專業或者金融才俊，當然就會叫人另眼相看啦。有個大陸學生覺得香港相當平等，外表上係冇錯嘅。國際大行合夥人都會搭地鐵上班，喺車廂入面都會俾大聲自説住話嘅人嚇餐死。不過文明香港喺港英間接管治政策下，一直係不平等嘅精英社會。間接管治指以香港少數精通中英文嘅華人協助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文明嘅原生香港因此難免建基於金字塔式爭崩頭嘅教育制度上，外在精英社會長年發展，經耳濡目染，因而內化成為香港人個性嘅一部分。劇烈嘅競爭因而強化香港固有嘅社會階梯，有階梯就會往上爬，雖然不一定清楚係為乜。往上爬又強化某種地位，從而俾人自尊自重，或者不斷咁同人比較。相反地，佢都會造成對他人成功上位感到妒忌，甚至憎厭嘅。所以部分在英港人並唔喜歡同其他港人為奴，原因少不免出現講其他群組是非。我喺03年大遊行後，忽發奇想，認為香港社運組織同其他 NGO 非政府組織可以喺會展搞個交流大會，通過對話團結起嚟。有個學生好有禮貌同我講：發夢冇咁早，大家保護自身利益，周圍插旗霸山頭，唔想他人分薄自身嘅資源。冇錯，顏色對嘅同路人都唔一定彼此尊重，遑論互信互助。好可惜，香港人個性同情咁講，受精英社會污染，難免傾向自我分化。除咗精英社會，香港更加係個功利甚至勢利嘅社會。我哋生活環繞喺展現自身所有、表達自我嘅重要時間，可能只係花喺技術知識，好似點樣投資啊、保健啊，以及
資訊娛樂 infotainment 上，享受各樣消費品嘅表面價值，反而對生活細節、人事物等都好少細緻嘅觀察同埋反省。後果就係生活經驗貧乏，值得同人分享嘅生活智慧少之又少。有人質疑毛孟靜喺獄中每月睇6本書，認為根本冇可能。質疑者將自稱有幾膚淺同貧乏公諸於世啦。既然冇乜值得同人分享嘅經歷同想法，唯有講下是非閒話，跟進下八卦新聞，或者電視、電影、流行歌同埋最新商品等資訊。當然又少不了以説話玩人、嘲弄人，表現自身轉數有幾高。總之圍爐分享，團結原生香港人，因而變得談何容易。仲有一種社會形態，妨害人對香港及其他香港人表達更多相互尊重同深入嘅關顧，就係我哋引以為傲嘅專業精神。專業自主同客觀處事態度，就係要同所處理事務保持一定嘅距離，以抽離同埋冷靜嘅態度提供服務。呢種客觀嘅處事態度唔涉及個人主觀睇法，表面相當科學，不過深奧嚇人嘅專業詞語 jargons 同抽離嘅語言表述，除咗表達咗自身嗰個超然嘅地位之外，就係拒人千里之外啦。因而亦都鼓勵咗平民百姓同樣地以冷漠抽離咁回應，甚至氣憤不平，就好似嗰啲醫療事故啊、死因研究啊、公眾諮詢等等呢類情況都相當常見嘅。資本可以分3大類，首先係我哋熟悉嘅經濟同金融資本，其次係社會資本，正如人際網絡同專業或者一般工作構成關係網絡等。最後係文化資本，由正式嘅教育同專業資格，以至各種技藝，唔單止藝術，亦都包括維修、天文地理、日常手藝等。呢幾種資本都有個共通點，就係具有一定嘅權威地位。精英社會嘅常識話俾我哋聽，做教化工作或者做領袖，必須具備某些權威。當然，好似上述，仲要識得插旗、霸山頭，結果又係誰大聲誰惡誰正確，將自身變成我哋本來勢不兩立嘅壓迫者嘅次壓迫者，不可不戒啊！人問我讀文言有乜專長啊？我通常答冇用嘅嘢咯。對精英同專業社會冇用嘅嘢，用處反而不少。正經咁答，我會話閱讀理解 comprehension。我同文言一脈相承嘅係我作為基督徒，唔知點解喜歡查考聖經，想知道一本古代記錄同我今日生活有乜可以串述起嚟嘅地方。我對查經最大嘅樂趣係撞上一啲洞見時感受到嗰種嘅喜悅。我亦都係以同樣方式對待文言。我中意喺小組度查經，開頭俾人帶，後來好長時間帶人查經，俾人喺自身嘅信念上理解多啲。我又喺度以同樣方式為愛香港嘅大家應援。冇錯，查經抑或護佑香港都係大 project。我喺度係將我一直以嚟所想所學花過嘅心機喺呢個時勢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冇乜機心，又善於或者樂意跟同路人平等咁連結起嚟，更加留意到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合作嘅重要，咁你唔單止係文明嘅原生香港人，原生香港根本唔可以冇咗你，因為係你承載住原生香港嘅共同體。OK， 上下網輕鬆娛樂啫，唔使咁搞嘢係嘛？以前喺香港認識一啲中學老師，其中一位提出一個難題，就係有個學生同佢個妹相依為命，完全冇大人照管，已經一段時間。老師知道一旦上報呢單 case， 社工就會專業咁樣接走兩兄妹入住宿舍，受制於他人，而且兩兄妹會被分開。老師問：有得揀嗎？我想講嘅係，倘若文明嘅社會體制已經崩潰，我哋仲唔識得自救，橫向地彼此相助，喺原生香港人之間
建立相互嘅尊重同信任，咁就冇㗎啦。最後，讓我提提大家最學術、勁深奧、超艱澀嘅一句話。呢句話好多人都係有頭冇尾。曾經擁有，下句係咩？曾經擁有，下句係唔知。Look, you have no cards in your hand now。冇晒棋啦你。曾經擁有，天荒地老。做人嘅嘢，總會有啲嘢難捨難了，係咪？榮歸香港，再聚。